家下午好。为了深入宣传守岛英雄王继才的先进事迹，弘扬开山岛夫妻少的爱国奉献精神，在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的亲切关怀下，在市委老干部局的领导以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市老干部艺术团创作排练了一台歌颂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先进事迹的文艺节目。今天这场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是艺术团的老同志们自编自演创作出来的，他们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习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时代楷模的崇高精神送到了港城人民的心中，为我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为高质发展、后发先至的宏伟目标注入新的动力。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演出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惠倩，欢迎您；连云港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徐立武，欢迎您；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周霞，欢迎您；连云港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许桂玲，欢迎您；江苏省财会职业技术学院副书记费晓岩，欢迎您；江苏省财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克勤，欢迎您；江苏省财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左文斌，欢迎您；江苏省财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传斌，欢迎您。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各位领导，欢迎你们的到来，欢迎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那支铿锵有力的管乐，是来自于我们市老干部艺术团管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交响管乐成功之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由我市的著名歌唱家辛素香、孟凡超二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男女生二重唱《小路弯弯》，掌声有请。春夏秋冬，不拉酸甜，潮起潮落，年年岁岁，风风雨雨，岁岁年年，小路见证着。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一个躁动而又开山岛远离大陆，却并非与世隔绝。岛外刮有什么样的风，岛上就会落下什么样的雨。这一天，一艘渔船停靠在了小岛的码头。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中华文明5000年，自古时英雄难过美女关。那么时代楷模王继才留下了过关的故事美名传。过关，对，过关，过什么关？我说完你就知道了。说在公元1988年。这个6月16这一天，王继才夫妇正上哨，海上边驶来一条船。王继才放下了望远镜，冲着西府开了耶。实话，哎，那条船好像要上岛，我先到码头去看看。好，注意点。王继才来到了码头上。那条船正好靠了岸，从船上下来一拨人，4个女来4个男。王继才仔细一打量，好像来了个马戏团。那4个男的咱不说，4个女的很扎眼，一个个染着黄头发，耳朵戴着大耳环，又涂口红又描眉，个个画着黑眼圈，上身穿着个小看家，敞着后背露着肩，大腿粗有那么粗，裙子只有这么短。把这鸟来看看。王继才喊住了这伙人，伸手就把他们拦。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们上来干什么？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的在搭话，一张嘴，那个门牙有那么宽。还不还？娘们可太烦了。大哥，小弟比人本姓孙。我给他们当老板，就因为门牙有点大，外号人称孙大胆。我今天来到了开山岛，那个有件事情和你谈。和我谈？谈什么？大哥，这么回事儿。那么现如今，这个改革开放形势好，多种经济大发展，开动脑筋想办法，人人都在挣大钱。我抓住时机看得准，想到你早上来开店。开店？开什么店？按摩店。按摩店。大哥，按摩店就是搞服务，姑娘们都是服务员。姑娘们，来叫大哥，大哥个死鬼！这一声大哥不要紧，王继才听了就很烦。我说孙大凡，你开店不能在岛上。这个岛上没人咋赚钱？大哥你就不懂喽。这个岛上开店最保险，那个打鱼的、送货的，天天都在这靠岸。到按摩店里歇一歇，别的心里多舒坦。大哥你要不相信，我当场给你来体验。姑娘们，
来，给这个大哥按摩按摩，让他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美女关。好，来啦！哎呦，我的娘哎！那一群美女扑过去，王继才围在了正中间，一个前一个后，一左一右站两边，又是拉又是拽，拼命就往身上站。王继才浑身不舒服，别提心里有多烦了。你得快点给我滚，再不滚就叫你难看！这个孙大白，看这美女上去不管用，他急忙上前陪笑脸。大哥，你先别生气，只要你让我开店，你就是我的二老板。我说你在道上很辛苦，咱捞点外快挣点钱。住口！你这种脏钱我不想挣。耶，大哥，钱挣不挣的先不说，男人嘛，快活一天是一天。这姑娘长得漂亮吗？到时候任你挑来任你选。你想干什么？大哥，你是个明白人，现如今干这种事情最赚钱。哦，我明白了，你明的是开按摩店，暗地里想把这个嫖娼卖淫的狗刚干。告诉你，藏污纳垢更不行。奉劝你，违法的事情不要干。耶，大哥，你看你说的，不违法哪个来找你？来道上就图的天高皇帝远。你找错人了，我告诉你，这个刀子虽然小，驻守在祖国的最前沿。祖国把守道的任务交给我，绝不能成为你们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告诉你，谁敢在道上做坏事，我立马叫他就滚蛋。大哥，说话别那么绝情嘛，是不是？给你说话间，隋大白拿出一个蛇皮袋，拎在手里沉甸甸。大哥要花10万成，先给你定金20万。20万，怎么样？不少吧？干不干？哎，嘿，你赶快收起这一套，用金钱难过我这关。美女不行，金钱不要，你到头回吃人。人家吃软不吃硬，他是吃硬不吃软。好，你不吃软，我给他碗硬溜我。弟兄们，给我哈打！瞧瞧来，这几个男人是大手，来道上想把坏事干。我听老板一声令，穷凶极恶扑向前。王继才奋力来反抗，一人难敌众人前，眼睛鼻子被打破，滴鲜血挂胸前。这个时候，王世华一个箭步冲过去，大喝一声冲云天，手里端着一杆枪，哗一声拉枪栓，住手！哪个胆敢来行凶，我就让他上西天。孙大胆看这枪口黑洞洞，顿时全身都吓瘫了。哎呦，我的娘！他怎么有枪啊？他姐姐，妹，不，大姐姐，他吓糊涂了。姑奶奶，哎对，姑奶奶饶命！要想饶命，快点滚！能滚多远滚多远。好，俺滚。姐姐，别开枪，千万别开枪。这伙人连滚带爬下了岛，慌里慌张上了船，钻进船舱不露头，就像一群丧家犬。到后来，咱武警派船到海上，一群
擒获了这条船，这正是王继才收到刘美女，美女为我的赢。